鍾志斌 Benny， 專資會副秘書長，好榮幸咧可以擔任今晚嘅其中一位司儀。大家好，我係黃潔霞 Florence， 專資會嘅會員，好榮幸可以擔任週年致慶晚宴嘅司儀。我知道咧主禮嘉賓咧已經喺門外咧列隊準備入場㗎啦，有請各位盡快就座，典禮好快就會開始。係啊，時間咧真係過得好快喎，轉眼間咧專資會已經成立咗19年㗎啦，會員嘅人數咧亦都節節上升，而家咧已經接近有900位嘅會員，真係人才濟濟。嗱，除咗會員嘅人數多之外咧，協會亦都舉辦咗好多精彩嘅活動㗎喎。嗱，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場內屏幕一直播放緊我哋嘅照片，不過咧就遲啲咧就會同大家見面㗎啦。一陣間播嘅相片回顧咧，就會去回顧過去一年嘅活動精華啦。由去年嘅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週年暨18週年致慶晚宴，嚟去到最近電影《南京照相館》優先放映會等等嘅花絮同埋情景咧，真係勾起我哋唔少嘅回憶啊！協會咧喺過去一年咧馬不停蹄舉行咗好多各式各樣嘅活動。提起當中嘅重點活動咧，當然唔少得嘅就係今年首度舉辦嘅專資會高峰論壇2025創新科技構建未來。唔單止吸引咗200幾位政商學界嘅領袖參加，活動咧更加係大獲好評。另外咧，亦都舉辦咗與司局長有約等等嘅分享會，邀請到司局長擔任分享嘉賓，分享相關部門嘅工作。例如喺最近，我哋邀請到運輸及物流局陳美寶局長，以領先突破、革新未來為題，分享局方面喺運輸同埋物流方面嘅願景同埋政策，真係令我哋獲益良多。好啦，除咗分享會之外咧，協會亦都舉辦咗好多多元化交流嘅聯誼活動喎，包括同250位賓客一同慶賀新春佳節嘅乙巳年新春團拜慶元宵嘅活動啦，亦先後咧舉辦咗3次探索之旅，分別咧係前往海南啦、西藏啦同埋冰島嘅，遊覽當地名勝景點。當然仲有足跡下的大灣區、專資遠足等系列嘅活動，一齊咧係走訪啟德體育園、西沙高 Park 等等嘅地標㗎。為咗令新會員可以更認識到協會呢，協會亦都定期舉辦迎新交流派對。提起呢個交流活動呢，當然唔少得就係對外交流嘅活動啦。協會呢亦都舉辦咗好多考察團、訪問團，協會會員呢深入認識內地嘅高品質嘅發展。例如呢，之前我哋舉辦咗一個上海嘅訪問團，獲得上海市委任常委、統戰部部長陳通義及統戰部常副部長董以文接見，並拜會咗上海嘅委常委、副市長華月等領導進行交流，了解咗該市嘅經濟同埋專業服務發展等情況。訪問團呢又訪問咗上海交通大學，同丁桂嶺校長進行咗交流講座。最近呢亦都舉辦咗江門考察團，先後拜會咗江門市委統戰部、江門市、開平市、新會區、鳳崗區及江海區政府領導，就兩地合作等議題進行交流。又到咗當地去訪問啲重要建設同埋當地嘅企業，希望可以透過考察深入了解內地嘅最新發展同埋推動生產力發展嘅相關工作，同時加強咗香港專業人士、資深行政人員同埋內地嘅各市嘅交流。我都好期待之後咧可以參加多啲呢一類嘅考察訪問團，擴闊一下眼界。係啦，除咗會員嘅活動之外咧，協會亦都好重視青年發展嘅，包括積極推動卓育青娥中學生生涯規劃講座啦，安排不同行業嘅會員或者專才同時到校，按照學生嘅興趣分組，分享咧行業資訊、專業知識以及人生經驗等等嘅。嗱，期望咧可以協助學生發展同認清自己嘅學業興趣、能力同埋事業目標，幫助佢哋及早思考個人發展路向。2024至25年度嘅講座一共有12間學校參加，我作為計劃嘅召集人，亦去咗唔少學校，接觸過咧係好多嘅學生，有聽過佢對同嘉賓嘅詳盡分享。除咗學生有得着之外咧，我自己咧亦都係獲益良多㗎。嗱，另外咧，協會亦都致力推動
專資青年追夢計劃，希望可以善用協會嘅力量，透過舉辦各種講座咧同參觀活動，幫助年輕人規劃人生目標。計劃今年咧已經踏入第6屆啦，舉辦咗4次講座同埋2次參觀。早排咧亦都舉辦咗印尼考察交流團、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大使館、香港駐雅加達經濟貿易辦事處等等，探索香港同印尼兩地嘅經濟、教育、文化等方面嘅合作與機遇。嗱，稍後咧喺晚宴期間，亦都會舉辦第6屆專資青年追夢計劃頒獎禮，表揚今屆嘅得獎學員。大家咧記得咧係密切留意協會嘅活動，真係多姿多彩啊！記得要多啲參與啦。嗱，好啦，我哋咧就暫時回顧住我哋以上嘅精彩活動。典禮咧一息間咧就會開始，咁請大家咧喺座位繼續交流之餘，亦都準備迎接我哋一陣間嘅儀式啦。多謝各位。大家好，我哋知道咧列隊進場嘅嘉賓咧已經喺門外㗎啦。我正式宣布典禮開始，請台上台下嘅各位嘉賓一同站立。請大家以熱烈掌聲，恭請主禮嘉賓進場。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羅永剛先生，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參贊秦虹先生。我們繼續歡迎匡正偉會長、榮永琪參會會長、胡曉明前會長、謝偉全前會長、盧偉國前會長、陳兆雄前會長、李景波前會長、黃惠雄前會長、潘生昌前任會長、籌委會聯席主席梁世明副會長及管浩理事陪同主禮嘉賓及嘉賓進場。進場嘉賓包括立法會主席梁金彥先生、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葉劉淑儀女士、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林建峰先生、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江宇仁先生、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陳清霞博士、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吳秋北博士。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教育科技部部長王偉明先生，運輸及物流局長陳美寶女士，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教育科技部副部長葉水球先生，審計處處長林志遠教授，海關關長陳子達先生。請再次以熱烈掌聲歡迎台上嘉賓。典禮現在正式開始，請所有人起立唱國歌。請坐下。帶領社會穩步向前並不容易。首先有請會長匡正偉工程師致歡迎詞，有請匡會長。
尊敬的陈米博局长，尊敬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羅永剛副主任，尊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錢洪參贊，各位榮譽顧問、各位嘉賓、各位會員，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我們很榮幸呢邀請到3位尊敬的來賓來到我們這個專機會的週年慶典，一同慶祝與分享協會成立19週年的喜悅。本來今天晚上陳國基市長他是應承來的，但是我們剛收到電話，因為他有很重要的公務，所以呢不能出來。我們非常感謝他也在電話裏面祝我們專機會19週年榮務精進日上，我們也非常他在電話裏面的祝賀。讓我再一次以最衷心的感謝各位來賓抽空出席活動，以及一直以來對本會的鼎力支持，再次感謝。本會自2006年呢成立以來呢，一直推動香港、內地國際專業人士及資深行政人員的互相交流，提升專業水平。特別是利用這個協會跨專業、跨行業的優勢，為不同地區、不同領域的專業人才舉辦多個交流的活動，搭建這個促凱平台，為進一步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本會今年首次特別舉辦以科創為主題的高峰論壇，為各專業的精英打造交流平台。本會也一直推動內聯外通，說好國家與香港的故事。不但舉辦考察訪問團，今年我們先後到訪上海與江門，還組織了青年交流團，帶領這個年輕人考察東盟國家印尼，深入了解當地的最新發展，探討與香港的合作交流。本會將繼續發展橋樑的作用，推動香港與內地以及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協助國家實現高質量發展。專機會將會繼續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推動改革創新，也會爭取更多機會服務國家，與社會一起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祖國、為香港貢獻力量。最後，我再次感謝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及國際社會國際一直以來對本會的支持，感謝19週年籌委會兩位主席梁世明醫生、管浩律師以及各成員協助籌備今天的慶典，也要感謝創會會長、各位前會長、理事會成員、會員以及各位嘉賓的支持與參與。我在這裡祝各位事業順利、身體健康、萬事勝意。謝謝大家。感謝會長。現在有請見證社會一直成長的創會會長榮永琪先生致辭。有請創會會長。尊敬的羅永剛副主任、陳美寶局長、錢洪參贊，各位榮譽顧問、各位嘉賓、各位我們的會員、各位特別的嘉賓，大家好！非常歡迎大家來到我們專機會19週年的慶典。專機會從成立到現在，特別是成立的時候的宗旨，就是有3個：
第一，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第二，推動香港與內地的專業與經濟商貿的交流；第三呢，就促進兩岸的和平統一。過去19年來，我們這個宗旨沒有改變，就是在香港面對最困難、最大挑戰的時候，我們還是站在最前線，支持特區政府施政，發揮我們專業人士、資深行政人員，還有呢專家學者的作用，能夠呢給很多不同的意見特區政府。過去我們也寫了200多份的建議書，在不同的經濟社會民生各方面提供很多的意見。那方面呢，我們也允許很多不同的專家學者，還有呢專業人士，我們呢也鼓勵我們的會員參政議政，也參與社會公共服務。多年來，我們也有多位的我們會員成為了立法會議員，甚至也有多位我們的會員成為了特區政府的重要官員。過去我們的發展是有賴在座每一位我們的會員的支持與鼓勵，才有今天19周年。未來我們的宗旨也不會變，但是我們會配合整個的國際形勢、國家的大政方針，我們也配合現在香港的愛國者治港，也會在未來的日子，我們會更發揮不同的作用，發揮香港的優勢。我們呢會促進更多的外訪，說好香港故事，說好中國故事，也會呢促進更多的內訪，促進兩地更深入的交流，促進我們的經濟發展，也會允許更多的不同行業的專業人士、專家學者配合國家發展的新局生產力、前沿科技的發展，我們還會在這方面不斷的能夠邀請更多在各方面的專家加進我們的會，能夠共同發揮我們的作用，把我們的會員的智慧經驗貢獻給香港的特區政府，貢獻給國家，為香港的市民服務，希望能夠促進一個更美好的香港。在未來的日子，我們很需要大家給我們更多的支持，也呢，我們也希望呢能夠繼續能夠說好香港故事，說好中國故事，還有發揮我們的優勢，更多能夠在香港能夠在不同層面能夠呢有更多的政策研究，有更多的專業的意見，能夠提供給特區政府還有國家參考，發揮我們一點點的力量。在這裡再次感謝國會，謝謝國會。感謝昌會會長。捐資會有今天的成績，全靠各位的努力。在此感謝特區政府、友好的團體跟社會各界人士對社會的支持跟肯定。現在呢，有請香港特別行政區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女士致辭，有請司長。尊敬的鄺會長，尊敬的羅主任，尊敬的榮主席，各位嘉賓，各位朋友，還有我們今天在台上你們看見的強大的一個嘉賓團，裡面也有各位我們行政會議的議員、立法會主席、立法會的議員，可以看到今天的這個活動是香港專業和資深行政人員的協會19周年的紀慶，可以看到大家都非常支持，也非常重視這個活動。今天特區政府我們的政務司司長正在處理一件比較重要的事情，所以臨時通知大會不能夠來到這裡跟大家見面和分享。我代表特區政府，代表政務司司長向各位分享幾句話，也希望在這裡可以跟大家表現我們特區政府過去你們的協會在19周年的每一年對特區政府的支持和自己的推動各個方面的措施。在這個星期三，就是行政長官向社會介紹最新的施政報告，我在這裡也代表特區政府強調幾個點。
也希望能够通过近期的活动，让大家可以在未来的时间可以多合作、多推动。今年的施政报告长达3个小时，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篇章，特别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首先强调我们香港正在由治及兴，我们现在面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的时间，所以在经济发展里面，行政长官特别强调要创造一个产业链的发展，在每一个范畴里面，特区政府的每个局也会重点的发展，协作推动产业链的发展。在我的局作为一个例子，我可以看到今天有几位的议员，我也想到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在我们是重要的国际的航运枢纽，所以我们除了配合和提供一些客运、货运方面的服务，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多元化的发展。其中一点呢，就是我们非常重点的吸引了一家在法国的飞机的部件的公司，通过他们落户在香港，我的局跟香港机场管理局将会重点去发展人才培训作为第一步，这个也是第一步。我们希望能够吸引不同的人才在香港，他们可以参与这个产业的发展。然后我们在机场岛里面也会提供一些重要的设施，可以给这个公司在香港发展他们的业务。也希望通过一些飞机的重要的部件，我们的插载也有一些交易，可以帮助香港提升我们在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和服务。第二方面呢，我要提的也是一个例子嘛，我比较熟悉，就是低空经济。我们在低空经济的发展里面，也是完全十分支持国家在这一方面的发展。这个是一个领先的领域，也有很大的发展的潜力和空间。我们在低空经济的推进，就是通过监管适合的试验的项目，希望能够吸引在内地、海外不同的企业来香港推动，作为一个试验。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试验，也是希望把当中具有商业元素的一些项目，可以把它们商业化，可以落地，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作为一个例子呢，我们也会用低空经济，我们会拟定一个重要的路线图，也有一个行动的纲领，这个也是在施政报告里面也有提到。这个真正表示体现特区政府在这一届的我们的团队，也是不仅是说，我们是行动才是最重要的。第三个方面呢，我过去呢也跟专业和资深行政人员的协会的分享会也有提到的，就是自动驾驶，就是无人驾驶。在无人驾驶里面呢，也是一个体现怎么样用科技创新，还有效率，还有程序的改革创新的方面呢，可以改善民生的服务。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香港呢，作为一个民生，也是行政长官非常重视，我们要改善民生。今年的施政报告最后的一个篇章，也是最重要、最长的一个篇章，也是涵盖9个方面、9个政策范畴。交通运输也是其中一个范畴。我们在推动交通运输方面，虽然我们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但是呢，我们也觉得很有空间，可以用好不同的创新科技，比如说无人驾驶、自动驾驶。在香港，我们香港的独特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有内地的企业的力量，也是我们可以联系国际的不同的企业。还有我们很好的就是我们有很稳健的法律的系统，也有很多标准化的，已经在我们每个专业的范畴里面也是很成熟。
所以我们未来也会通过这个不同的一些创新范畴，可以把香港建立成为一个重要的平台，引进来走出去，就是我们的口号。但是这个不仅是口号，我们在每个方面也会做出一个积极的推动。在这个方面，也希望能够通过贵会，能够联系不同企业、不同的专业的协会，帮助我们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改善民生。最后一点呢，就是在施政报告也有提到的，就是我们要建立人才高地。虽然最近大家社会也提到很多的关注，有关劳工方面，特首也提到的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措施，希望能够改善一些大家的关注。这个也是一个起步点。但是我们对于创造一个人才的高地这方面的努力不会放松，我们要积极的推动，因为人才才是在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创新的非常重要的元素。看在大家今天在这里，大家都是我们过去在香港发展推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希望通过你们每一个人，也可以把这个在香港频播的一个 DNA， 那么可以推动承传到我们的年轻的一代，也可以吸引国际内地不同的专才高才来到香港，把我们的发展可以更蓬勃、更有活力。谢谢大家。感谢陈美宝局长。在今天这个重要的日子，我们当然要合照。我们会拍摄2张合照，有请大会的摄影师为台上的主礼嘉宾。有请各位留步。我们的会员呢，除了表现杰出以外呢，也是社会贡献良多的。在今年的7月份，有多位的荣誉顾问、理事会成员和会员获得行政长官颁发授勋嘉奖，以致被委任为太平绅士。今天呢，我们希望可以再一次祝贺他们。现在有请匡正委会长陪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女士到台前。祝贺各位获颁授授勋嘉奖，以致被委任为太平绅士的荣誉顾问、理事会成员和会员。有请获颁发金紫荆勋章会员吴秋北议员博士，银紫荆勋奖前会长谢伟全议员测量师，银紫荆勋奖创会会长陈亨利博士，铜紫荆勋章前会长陈孝雄议员工程师，铜紫荆勋章会员李正强议员。荣誉勋章创会会员李佩良先生，荣誉勋章会员陈柏芝先生，荣誉勋章会员黄永全先生。接下来有请获得颁发行政长官社区服务奖状理事李珍先生。最后有请被委任为太平绅士理事樊凯杰大律师、理事钱汉迪先生、会员李子树博士中医师。恭喜大家！现在有请摄影师为大家拍照合照。
轻松一点。大家可以轻松一点，对，笑容一。请大家再一次也掌声祝贺他们。有请各位回到座位就座。每一位呢赞助人呢对本会的支持也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会向紫金赞助人以及白金赞助人颁发感谢状。现在有请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女士向第一位紫金赞助人颁发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会会长邝政伟工程师颁发感谢状。邝会长。请局长留步哈，有请邝会长先回到座位。有请局长向另外一位紫金赞助人利成昌集团有限公司主席潘生昌博士颁发感谢状。有请潘。有请局长留步，有请潘博士先回到座位上。另外一位白金赞助人就是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亚太区主席兼行政总裁黄伟雄先生。好，谢谢。请局长向另外一位白金赞助人梁世明医生颁奖。我们要请局长持续留步一下，因为呢，接下来呢，我们会请我们的2位主礼嘉宾以及台上坐第一排的嘉宾移步到台前。Sorry， 一起参与我们的切蛋糕跟猪肘的仪式，有请第一排的嘉宾移步到前面。对，谢谢局长。好，现在有请两位的主礼嘉宾跟局长一起带领我们一起切生日蛋糕。1、2、3，一起切蛋糕。现在我们可以祝酒啦，大家可以拿一个酒杯，可能在座上的嘉宾也可以拿起你的酒杯，
好，準備，我們一起來，1、2、3。現在有請各位一同舉杯，祝願祖國香港持續繁榮興盛，捐資會務會蒸蒸日上。也謝謝祝願各位身體健康，事事順利。我們典禮的環節呢已經完成的了，因為呢，我們的主禮嘉賓，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的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羅永剛先生和我們的運輸與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女士，因為公務繁忙，我們需要提早離開。現在有請各位以熱烈掌聲歡送他們，同時有請台上的嘉賓、榮譽顧問及理事會成員先回到台下就座，謝謝。典禮部分呢，而家係正式完結㗎啦，而晚宴呢亦都係正式開始。嗱，首先呢，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台面上有一份禮物包呢？嗱，我哋呢要多謝金百家集團主席黃家和理事贊助今晚全場嘅紅酒啦、白酒同埋金茶王港式奶茶，亦要感謝南船集團創辦人黃庭聰會員呢贊助今晚全場保健品勁家莊合桃黑芝麻丸，令我哋今晚呢又可以呢又食又拎喎。除咗禮物之外呢，亦都當然唔少得我哋製作精美嘅19週年致慶長刊啦。長刊內容呢真係好豐富啦，唔單止有晚宴流程，亦都回顧咗呢過去一年嘅活動回顧，以及所提交嘅意見書同建議書嘅撮要。長刊亦有印有贊助人嘅名單，以感謝呢一眾贊助人呢係對協會一直嘅支持嘅。另外仲有會歌添彩香港嘅歌詞，俾大家稍後呢可以同我哋一齊唱。嗱，大家記得要仔細睇下長刊，唔好錯過咁精彩嘅內容咯。好啦，跟住落嚟呢，我哋就呢會一齊重溫下協會過去一年呢舉辦嘅各種活動，大家亦都可以透過場內嘅屏幕欣賞到有關嘅活動照片。協會嘅活動涵蓋5大嘅範疇。喺會務發展方面，第一個重點嘅活動當然就係去年我哋舉辦嘅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週年暨18週年致慶晚宴。當日有超過400人出席。其他嘅活動呢，仲包括2024年週年會員大會以及第19屆理事會集思會。係啊，喺呢個專資研討方面呢，先後舉辦咗3場與司局長有約嘅分享會，分別邀請到麥美娟局長啦、陳美寶局長以及羅淑佩局長咧進行分享嘅，亦都咧係邀請到陳子達關長擔任與關長有約嘅分享會主講嘉賓。而與政府官員交流咧，分享會亦都邀請到特首政策組組長黃元山進行咧分享嘅。
另外咧，亦舉辦咗可以令會員進一步認識兩會資訊嘅兩會論壇交流晚宴。當然，仲有今年重點工作之一嘅專資會高峰論壇2025創新科技構建未來，邀請到孫東局長擔任主禮嘉賓，以及多位有份量嘅分享嘉賓㗎。喺訪問交流方面呢，協會喺過去1年舉辦咗2個考察團同埋訪問團啦，先後咧到訪咗上海同江門啦，深入了解國家嘅高質量發展，探討香港與內地各省市嘅合作機遇。我哋亦接待不同專業團體以及內地政府部門嘅到訪，加深咧係彼此嘅認識。同時咧就不同議題互相交流意見。另外咧，為咗加強與傳媒嘅聯繫咧，本會亦都舉辦咗傳媒高層嘅午餐聚會嘅。喺聯誼同埋交流方面呢，當然唔少得就係粵智聯新春團拜慶元宵，當日大概有250位嘉賓同埋一同慶祝春佳餚嘅。我哋咧舉辦咗4次嘅足跡下嘅大灣區活動，先後參觀咗立法會綜合大樓、西沙 Go Park、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以及啟德體育園，仲有舉辦咗3次嘅專資遠足，包括大帽山迎芒草、紅花嶺郊野公園、乳連麻坑原礦洞以及塱原自然生態公園。另外咧，亦都舉辦咗3個旅行團，先後咧採索咗海南、西藏以及冰島等一眾嘅參加者可以大開眼界。其他聯誼及交流嘅活動咧，亦都包括咗迎新 Happy Hour 交流嘅派對、參觀海洋公園、視察大熊貓安安同埋可可、參觀咗建造業議會、未來建造中心、煤氣烹飪中心、法國廚藝文藝課程免費體驗班，以及電影南京照相館優先放映會等等。本會咧同樣重視青年發展嘅，致力培養青年成為具備世界視野同正向思維嘅新一代，包括積極推動卓越青俄中學生生涯規劃講座，安排不同行業嘅會員咧同埋專才咧到學校分享嘅，協助中學生認識清楚自己嘅行業興趣、能力同埋事業目標，及早思考個人嘅發展路向。2024-25年度嘅講座咧，一共有12間學校參加，擔任分享嘉賓人數咧係接近60人。本會咧嘅另一個重要青年工作係專資青年追夢計劃，今年已經踏入第6屆啦。喺晚宴嘅稍後時間呢，將會舉行頒獎典禮，表揚今屆嘅得獎學員。大家記得咧密切留意咯，一齊咧支持呢班後生仔啦。協會舉辦嘅活動真係多姿多彩，不過因為時間有限，今日嘅回顧咧就講到呢度先。協會咧將會繼續密鑼緊鼓籌辦更多精彩活動，大家咧記得多多支持啊！好，唔該晒 Benny。大家好啊！今日嘅19週年致慶晚宴呢，能夠順利舉行，有賴籌備委員會付出嘅努力。而家呢，我哋就有請19週年致慶籌備委員會聯席主席梁世文副會長同埋管浩理事致辭，有請。請大家以熱烈嘅掌聲歡迎兩位。多謝晒佢哋。多謝多謝。大家好，我係19週年致慶籌備委員會嘅聯席主席梁世文。大家先就座好唔好啊？請大家先就座，係有請有請。多謝各位，多謝各位嚇。唔該唔該。好榮幸今次我可以同另一位聯席主席管浩理事合作，一齊籌劃專資會今年嘅致慶大日子。19週年致慶嘅主題係專資會致19載，共創輝煌新時代。香港正係而家發力發展新質生產力，以科技創新為核心，全力加速發展經濟，強化經濟新動能，
加快提升傳統產業嘅競爭力，加速推動香港經濟高質量發展。未來發展前景係廣闊嘅。我想借而家咁高興嘅時刻，衷心感謝各位會務經費嘅贊助人、理事會成員同埋會員，齊心對本會籌募會務經費同埋調研經費慷慨嘅奉獻。當然亦要感謝各位賓客今晚撥冗出席，與本會一同分享喜悅，讓活動生色不少。同時亦要感謝一眾勞苦功高嘅籌委會成員，盡心盡力籌備致慶晚宴。期望接下來我哋可以繼續得到各位賓客嘅支持，以及與各位會員群策群力推動會務發展，為特區政府出謀獻策，攜手推動改革創新，為香港注入新嘅動能，並爭取更多機會服務國家所需，與各界共同推動香港積極融合國家發展大局。今晚嘅19週年致慶晚宴可以圓滿成功，全賴大家嘅鼎力支持同埋參與。最後希望各位今晚能夠盡興而歸，亦期待喺未來嘅日子繼續同大家攜手，同協會一齊創建穩定和諧嘅香港。多謝各位。好多謝梁世民醫生。有請管浩理事。大家好，我係19週年致慶籌委會嘅聯席主席管浩，喺呢度代表19週年致慶籌委會感謝咁多位今晚支持今晚我哋嘅活動啊！正如19週年致慶主題提到輝煌新時代一樣，除咗香港未來發展亮麗之外，我哋專資會嘅未來同樣都係一片光明嘅。隨着明年即將穩步踏入20週年啦，我哋專資會將會繼續就政治啦、經濟啦、社會啦以及民生等政策向政府提供唔同嘅意見，以及積極開展更多政策調研和項目啦，繼續為特區政府出謀獻策，亦會繼續密鑼緊鼓咁樣籌辦更多元化嘅交流活動。例如啦，我哋每年都會舉辦論壇等重點嘅活動，積極咁樣推動香港啦、內地啦、國際專業人士同埋資深行政人員嘅互相交流，致力打造跨行業、跨專業嘅交流平台。本會亦會繼續加強內聯外通嘅工作，以當好民間外交大使為目標，説好國家同埋香港嘅故事，加強國際嘅聯繫啦。同內地考察嘅時候，亦會擔當橋梁嘅角色，協助內地嘅企業出海。另外啦，本會亦會繼續吸納更多嘅人才去入我哋本會入邊，推動會務不斷咁向前。相信在座嘅全體會員眾志成城，群策群力之下，專資會定必能夠為特區政府同埋國家作出更大、更多嘅貢獻嘅。所以我而家喺度祝願專資會會務昌隆，再創高峰，邁向更精彩嘅未來。亦喺度祝願大家事業順利、生活愉快、身體健康。多謝各位。好多謝管浩律師 Andrew， 亦多謝梁世民醫生，多謝晒兩位。有請繼續留步，同時係有請鄺正偉會長上台，為我哋致送感謝狀俾金鑽贊助人、銀鑽贊助人以及銅鑽贊助人嘅。今年係協會成立19週年，承蒙各位嘅鼎力支持，令協會規模日益壯大。在此向贊助今年會務發展及政策調研經費嘅人士致以衷心嘅感謝。而除咗紫荊贊助人以及白金贊助人之外，大會今晚亦會頒發感謝狀俾金鑽贊助人、銀鑽贊助人以及銅鑽贊助人，感謝佢哋係大力嘅支持嘅。我哋今年有6位金鑽贊助人，首先有請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區域執行總監及榮譽顧問容永琪先生上台接受感謝狀。好，有請容先生留步，代表協會一齊同我哋頒發其他嘅感謝狀嘅。再有請信和集團執行董事田兆元先生上台領取感謝狀。有請田先生。
好，有請田先生返回台下就座。再有請嘉信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執業董事尹天佑博士會計師上台領取感謝狀。有請尹博士。好，有請尹博士返回台下就座。再有請科聯系統集團有限公司主席吳長勝工程師上台領取感謝狀。好，有請吳工程師返回台下就座。我哋再有請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企業發展總裁莊偉欣女士上台領取感謝狀。有請莊女士。好，有請莊女士就座。再有請恒基事業地產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黃浩明先生上台領取感謝狀。有請黃先生返回台下就座。同時有請鄺會長、容永琪創會會長、梁世文副會長、管浩理事繼續留步，為我哋頒發感謝狀俾銀贊助人。我哋今年呢係有3位咧銀鑽贊助人嘅。首先有請呢係菱電發展有限公司主席胡曉明教授工程師上台領取感謝狀。有請胡教授返回台下就座。我係咪再要影多幾張靚相先喎？再有請亞洲聯合基建控股有限公司總經理林偉雄先生上台領取感謝狀。有請林先生。有請林先生就座。再有請盈健醫療集團有限公司主席陳建平先生上台領取感謝狀。有請陳先生就座，同時有請會長、創會會長兩位聯席主席繼續留步，為我哋頒發感謝狀俾銅鑽贊助人。我哋今年有9位嘅銅鑽贊助人。首先有請馬素嘉信建築工程有限公司行政總裁伍翠瑤博士上台領獎。有請 Jennifer。
好，有請伍博士返回台下就座。再有請史泰祖醫生上台領取感謝狀。多謝你，史泰祖醫生。邊個？開咗，杜朱連開咗。係。咁啊，再有請啊！到我啦，到我啦。再有請香港。唔係，我嚟啦，我嚟。16、36，我知你嚟。唔該晒史泰祖醫生。繼續有請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品牌及傳訊陳欣怡女士上台領獎。咁你報啦。陳欣啊嘛。係啊係。你講到呢度。有請啊！就座，再有請。等我嚟，有請。有請陳女士返回台下就座。再有請許道岑律師事務所有限法律責任合夥顧問律師杜朱聯律師上台領取感謝狀。有請 Julian。我就呢個杜律師。得全國人大得。好，有請杜律師就座。再有請全國人大代表劉家強先生上台領取感謝狀。有請台上幾位返回台下就座，先休息一下先。唔該晒。另外有4位同轉贊助人因為公務而未能出席今晚嘅活動嘅，佢哋分別係吳宏偉講座教授、廖錦興博士、鍾志平博士以及陳亨利先生，多謝佢哋。而其他贊助人嘅名單大家可以喺場刊內邊睇到。我哋亦都喺度亦都再次多謝各位嘅贊助人對專諮會嘅支持。相信大家都知道，鄺正偉會長除咗係一名工程師之外亦都係一位中意作詩嘅詩人嚟嘅。過往亦都喺好多重要嘅場合就係送贈詩作，而且一直係深受好評嘅。咁會長今次仲特別作咗一首床頭詩，祝賀協會成立19週年。大家喺場刊都可以睇到㗎啦。而家就等我趁住今日呢個咁開心嘅日子同大家先分享一下先嚇。鄺會長作嘅床頭詩就係香港璀璨耀藍天，專業精誠如更全，及物功高開氣象，資深識廣引才言，行政通達籌宏策，人員同舟共奮顛，協會齊心雙偉業，19週年譜新篇。掌聲，唔該晒，多謝。掌聲係送俾鄺正偉會長嘅。所以籌委會亦特別邀請咗鄺會長參與今次嘅籌款項目，為中標者作詩。籌款所得嘅將撥作會務發展同埋政策調研嘅經費，持續推動協會會務發展。籌款項目早已經係圓滿結束，我哋而家要公佈中標者係邊位呢？係馬素嘉信建築工程有限公司行政總裁伍翠瑤博士。有請鄺會長、容永琪創會會長、籌委會聯席主席梁世民副會長、管浩理事上台為我哋頒發詩作，同時亦都有請伍博士上台領取詩作及合照。除咗合照之外，當然仲要請鄺會長為我哋介紹一下呢一首嘅詩作啦。請各位係到台上同大家見面先。好，唔會。
食啦食啦，晚餐。最後呢個，仲要。等埋係啦，我哋一齊頒獎下。好，我哋等齊人，5位一齊影相啊！等齊人先。好啦，而家齊人啦。再次恭喜伍博士。好啦，同時咧亦都請各位真係可以到台上就座啦。我哋而家可以慢慢享用晚餐，轉頭見。好，一陣間再同大家見面。
專資會咧一直係關心咧年輕人嘅發展嘅。咁啊，專資青年追夢計劃咧喺2019年咧舉辦咗第一屆喎。咁啊，今年咧已經係嚟到第6屆啦 ，Florence 啊，好快啊，時間過得真係。你成日都係參加啲活動㗎喎。係啊，所以我都見到佢哋呢班學生都同埋組員都好親切。咁啊，我哋期望活動咧可以協助年輕人深入了解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啦，為佢哋年青人帶嚟咩嘅機遇同挑戰呢，以及點樣去裝備自己㗎。咁啊，為咗配合國家同埋東盟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咧，以及特區政府係致力促進香港與東盟之間嘅貿易同埋投資等方面嘅合作啊！嗱，今屆嘅主題咧就係定為10年後的我，東盟建聯繫，創新萬國際嘅。咁啊，期望咧透過講座同埋參觀嘅活動，俾年輕人深入了解中國同埋東盟嘅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啊！咁啊，就準確掌握香港當中所扮演嘅角色啦。學員咧完成咗今屆所有活動之後咧，最終進行主題演示，由評審團咧選出冠、亞季、組別同埋個人嘅表演突出獎嘅。咁啊，隨後亦都舉辦印尼考察交流團，帶領咧係冠軍隊伍以及個人表演突出獎得主咧到訪印尼，先後拜會咗係中國駐印尼大使館、香港駐雅加達經濟貿易辦事處、印尼中華總商會等等，咁啊加深年輕人對東盟嘅認識，以及探索香港同印尼嘅經濟、教育方面等合作同埋機遇嘅。今日咧，我哋咧就藉住呢個機會舉行咧我哋第6屆嘅頒獎典禮，表揚今屆嘅得獎學員嘅。好，我哋咧有請咧第6屆專資青年追夢計劃冠軍隊伍以及個人表現突出獎得主一齊上台。另外好，有請佢哋上台先啦。今屆嘅計劃咧可以順利進行，亦有賴多位歷屆嘅學員啦，同埋以及專資會會員嘅協助，擔任籌委會成員、小島導師同埋分享嘉賓嘅，以及協助我哋安排參觀活動、主題講座、考察團等等嘅行程。我哋都請佢哋一齊上台。佢哋包括咧第6屆專資青年追夢計劃籌委會聯席主席陸耀忠理事，以及今日出席嘅籌委會成員鄺正偉會長、陳少雄前會長、潘新昌前任會長、吳長勝常務副會長、林力山理事、黃建邦理事、龐朝輝會員、劉耀漢會員。有請咁多位。嗱，仲有請小組導師喎。好啦，再講多一次籌委會嘅成員嚇：鄺正偉會長、陳少雄前會長、潘新昌前任會長、吳長勝常務會長、林力山理事、黃建邦理事、龐朝輝會員、劉耀漢會員。多謝咁多位。好，繼續。好啦，有請小組導師何建忠副會長、呂家豪理事、管浩理事、陳建升會員、殷輝會員、梁毅祥會員同埋蔣世元會員嘅。咁請大家咧一齊上台先。嗱，行業導師咧就包括容永琪創會會長、龐寶林理事、李文輝理事、馮星航理事、黃志輝理事、梁家欣理事、梁家欣會員、容思漢會員、胡正忠會員、布振權青年組會員，以及協助印尼考察交流團訪問嘅鍾堯健會員嘅。咁請你哋一一到台上啊！我哋會遮住佢哋。嗱，喺呢度咧係代表籌委會再次感謝各位嘅支持，讓第6屆專資青年追夢計劃可以圓滿舉行。而家我哋大家先睇一條短片之前呢，我諗要影一張合照先係嘛？嗱，千呼萬喚始出來嘅咧，我哋而家等緊呢係其中我哋一位咧係重中之重嘅前輩啊，就係阿周伯展醫生。等阿周醫生咧，而家我哋要用呢個衛星導航揾緊佢嘅。鎖定個目標先，請大家幫幫手啊！ OK， 好，俾掌聲啊，周醫生先。周伯展醫生啊。好，咁啊，請大家咧係影一張大合照先啊。好，等埋先，仲有。
OK， 得掂，好，望相機，唔該晒。OK， 預備。會長想唔想影個讚啊？OK， 好，唔該晒。OK， 唔該晒。而家請大家先睇一睇短片，回顧今屆計劃嘅活動花絮。我哋去片。喺呢度咧，我哋要代表籌委會再次感謝各位嘅支持㗎。咁啊，計劃內容咧真係好豐富。而家咧，我有請鄺政偉會長、容永祺創會會長，以及第6屆專資青年追夢計劃籌委會聯席主席陸耀忠理事為我哋頒獎。喺分組演示嗰日咧，最終由組名係五光十色嘅第5組奪得冠軍。我哋而家有請第6屆冠軍隊伍五光十色嘅助理同學員一齊接受頒獎。仲有我哋嘅小組導師喎，我哋第5組嘅小組導師啊，咪一齊影翻張相先，聽攝影師嘅指示。五光十色，聽個組名都好想知佢哋係表現啲乜嘢。即係話發光發亮啊嚇！好，之後咧就有請表現突出獎嘅得主逐一出嚟接受獎杯。喺得獎者當中咧，有啲係在職嘅，有啲係在學嘅同年輕人。首先有請在職嘅楊子森 Viola， 恭喜晒；譚小白、何浩銘 Andy、何玉浩 Andrews、
劉卓琪 Jackie、跟住仲有李佩琳 Peggy、廖永聰 Jason， 以及兩位分別來自香港大學同香港城市大學嘅學生吳浩然 Anson 同埋蘇宏峰 Elvis 嘅。請各位一一到台前領獎啦！好，再一次咧係恭喜咁多位得獎者。我哋咧請台上各位影翻一張合照先嚇。領獎之後咧，我哋就會影翻一張大合照嘅。好，難得今晚呢，我哋咁齊人，當然要同呢班咁優秀嘅後生仔傾下偈先。首先呢，我想問下在職嘅 Viola 嘅，有請 Viola 好唔好啊？呢度係你好，你好 Viola。係。哦，去中間好。OK。係你好，認為咧專資青年追夢計劃嘅活動，除咗喺工作方面咧幫到你之外，可以擴闊到你咩嘢嘅眼界咧？好多謝司儀。係大家好，我叫楊子森 Fiona。咁本身作為一個香港青少年咧，我嘅見識咧其實都好局限於喺香港。但係啱啱參加完呢個專資青年追夢計劃咧，入邊有好多活動，例如今年係以東盟做主題嘅活動咧，令我大開眼界嘅。咁追夢計劃入邊咧有一啲係講座啦。咁我令我真正咁樣認識到咧，東盟其實已經成為咗全世界嘅發展大勢所趨，而國際嘅貿易咧已經唔係淨係依靠單一嘅供應鏈啦，而係好多都會已經會轉咗去東盟嘅市場，係啦。咁喺呢一啲地方入邊咧，令到我深刻咁樣見證到其實香港咧作為一個喺稅制啦、地理啦同埋法制上都擁有好大嘅優勢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喺香港都可以作為一個好好嘅接軌平台去發揮嘅。係啦，第二樣嘢就係專資青年追夢計劃入邊咧有好多唔同嘅參觀活動。咁其中有一次咧，我哋就上咗呢個中山參觀呢個紅利達嘅控股有限公司。喺呢一次咧，令到我好難忘嘅，因為我本身咧對於工廠嘅製作係唔係好認識啦，但係佢令到我見證到其實香港企業係可以拓展去東盟市場，亦都可以喺呢個係可以令我見證到呢個祖國嘅工業技術嘅高速發展同埋實力嘅。係啦，咁所以喺參觀咗咁多嘅活動之後呢，係令到我深刻咁樣去體會到其實香港青少年唔應該淨係局限於喺香港，而係應該要好好咁樣思考到底香港可以點樣利用香港呢個平台去見識呢個世界同埋創造更大價值咯。所以呢一個就係我覺得好多謝專資青年追夢計劃俾咗呢個機會我，係啦，多謝。答得相當之好，俾得住講者嘅質素。多謝。多謝。唔該晒，我哋仲想問埋咧係讀緊書嘅蘇宏峰 Elvis 嘅，我俾個咪啊 Elvis 先嚇。好，咁啊準備好啦。嗱 ，Elvis， 你認為咧參加印尼考察交流團咧，對你未來嘅路向有得到咩嘅具體嘅得着咧？多謝司儀，咁我係蘇宏峰 Elvis 啦。咁今次去印尼咧，我會覺得個體會同埋得着係好大嘅。尤其是我係一個讀法律同埋工商管理嘅學生啦。咁今次我哋去參觀一啲亞萬高鐵項目或者啲中建嘅項目咧，唔單單係去感受國家發展嘅迅速，一種宏大工程嘅敘事，更加係喺當中我能夠思考到一啲法律嘅問題同埋當地人民情懷嘅關係嘅。尤其是印尼作為一個宗教色彩比較濃烈嘅國家啦，咁我哋去諗一啲法律嘅時候咧，其實係要將當地一啲嘅情況係考慮進去嘅。例如話，佢哋會唔會有啲嘅習俗啊、禁忌啊嗰樣嘢，咁要去喺當中去諗啦。同埋一紙嘅合約咧，就唔單單係一個工程嘅項目嘅進行，更加係一種bonding，係一種嘅紐帶，將香港同埋東盟咧係聯繫起嚟嘅。咁在此啦，咁更加確定咗我做一個跨國律師嘅一個志向，更加能夠喺學習東盟同埋了解香港自己嘅國情之外咧，係點樣去聯繫到大家嘅。咁所以今次係一個好寶貴嘅機會，令到我喺法律方面能夠多有一個諗法嘅。Thank you。
好，唔該晒 Elvis。跟住落嚟咧，我哋要問下馮佩穎 Sherry 噶啦。你覺得喺印尼嘅考察團當中，你可以同當地嘅年輕人咧咁多嘅交流咧，你學到啲乜嘢咧？好，多謝你嘅問題。大家好，我叫馮佩穎 Sherry 啦。咁我就好榮幸今年可以參加到印尼考察團嘅。咁喺印尼呢4日咧，我都好開心可以同到各位印尼嘅青年做一個交流啦。喺唔同範疇都傾咗好多嘅。咁我作為一個護士學生咧，我都好關注唔同地方嘅醫療系統啊，唔同嘅方法係點樣啦。咁對我嚟講，印象最深刻咧就係去參觀咗呢個印尼中華總商會，同佢哋進行咗一啲深入嘅交流嘅。咁我哋就喺度談及緊兩地嘅醫療系統如何。咁當地嘅青年咧就同我分享話佢哋嘅塞車問題好嚴重啦。咁有時就算係救護車咧，都係要面對呢一個塞車問題嘅。咁有時因為咁樣，可能就唔可以即時將病人送到去醫院，亦都有可能會因為咁樣而延遲咗呢一個嘅治療啦。咁嗰一瞬間咧，就提醒咗我原來香港嘅高效便捷嘅基礎措施同埋呢個醫療系統其實並非必然嘅，唔係理所當然嘅。我哋係應該要珍惜同埋要感恩我哋所擁有嘅一切啦。而嗰一次嘅對話亦都提醒咗我，作為香港青少年呢，或者一個青年呢，我哋所擁有嘅資源同埋呢一個嘅優勢呢，其實亦都承載咗我哋要為一啲發展中嘅國家去貢獻一啲解決方法嘅責任嘅。Thank you。分享得非常精準到位嚇，唔該晒。聽完3位嘅分享之後咧，相信大家咧亦都可以更加了解追夢計劃對佢哋有咩嘅幫助啦。為咗表達對協會嘅謝意咧，一眾學員、導師同埋助理咧，亦都特別準備咗好有心意嘅心意卡送俾專資會。依家咧有請冠軍隊伍代表一眾學員致送心意卡。由鄺政偉會長、容永琪創會會長以及聯席主席陸耀忠理事咧係代為接受嘅。之後咧，我哋會影張合照先。好，聽攝影師嘅指示啊！行埋少少添，可以係啦。唔該晒，不過請大家繼續留步喺台上嘅。專資會凝聚咗好多來自唔同界別嘅專業人士、行業嘅精英，當中好多位會員呢更加係多才多藝。好似盧偉國前會長咁，佢除咗係工程師同議員之外呢，亦都係一位音樂人嚟嘅。唔單止咧識得彈好多唔同嘅樂器啦，而且咧填詞咧亦都難唔到佢嘅，真係令我非常敬佩。係啊 ，Florence 除咗咧係盧偉國前會長之外咧，其實李偉光副會長咧，亦都係一個識得作曲編曲嘅吉他手喎。我知道咧，佢哋兩個曾經為咗專資會10週年而一齊製作咗一首會歌，叫做《添彩香江》，由 Sunny 作曲 ，Dr. Low 填詞。咁有意思嘅歌曲咧，真係好值得咧喺今晚再一次演唱，再一次嘅回味㗎。而家咧有請咧所有理事會成員以及在場嘅會員咧，係上台一齊咧係見證我哋呢一個咁有意義嘅環節，好唔好啊？嗱，我哋咧唔係淨係局限於理事會㗎，會員咧亦都係歡迎㗎。嗱，好似阿 Max 啊，我哋嘅靚仔律師阿 Max 啊，上嚟我哋同我哋一齊唱歌。唱歌，快啲！你啊，好似中年好聲音嗰個咧，嗱，你上嚟啊！嗰位律師啊，阿 Tony 啊，上嚟啦！仲有高人一等嘅 Johnny。放心，我哋有歌詞嘅。你唱多幾次咧？唱多10年8年，你又有啊堂哥啊 Johnny 葉振棠啊，上嚟唔該。係我哋有歌詞。咁啊當然啦 ，Ivan 都唔少得啦，佢而家飲緊茶，飲完杯水就上嚟㗎啦。阿 Ivan 啊，你梗係出翻嚟啦，我哋一齊。因為有創會會長喺度啊，請你可以一齊上嚟啊。好，理事會成員，仲有理事會成員，仲有冇邊個咧？我哋係未上嚟嘅。好啦，咁啊，仲有係啊，其實阿 Jennifer 都可以上嚟啊 ，Jennifer 嚇，阿伍博士，我哋一齊嚟唱下歌啊，同埋阿 Clement 啦嚇，阿陳先生上嚟支持下。好啦，我哋準備好未啊？準備好未啊？大家都有歌詞啦嘛，喺手上。準備好啊！準備就緒啊！音樂團隊幫手準備。好啦，起音樂啦喎！好，起音樂。
憑內心將溫馨心抱播放。如晨曦，絲絲曙光映四方。晚風月亮夕陽，時代變遷變化氣象。雲霧去再見，那美景驕陽。人群中，誰熱心努力將薪火再放。洪流中，你我攜手可開創。社會大業棟梁，齊動不站上離線，融化冷雨，冬雪上耀四方。共創專資，匯水多方，業界工商港結努力幹，行程共送暖，關愛包容，揮不變彩香港。共建專資，共建香港，立志一生不悔拼命幹，同人共創建紫荊綻放，繪出美麗雲圖，光輝永放。同人共創建紫荊綻放，繪出美麗雲圖，光輝永放。哇！大家咧真係唱得非常之好啊！應該我哋搞一個叫專資好聲音啊！呢個我哋嘅每日嗰個台柱嚟嘅。你想參加嚟？我想參加，梗係但係同佢哋一較高下嚇。好啦，美妙嘅音樂咧，真係繞梁3日啦，而且咧呢首歌嘅歌詞咧，亦都可以表達到我哋嘅心聲。共建專資，共建香港，唯有共同創建先至可以構建出美好嘅香港嘅。正所謂好事成雙，淨係聽一首歌，好似唔係好夠喉喎，係嘛 Florence 啊？咁啊，難得今日咁齊人咧，梗係要唱多一首歌啦。咁咧，除咗香港要繁榮之外咧，當然唔少都要祝福我哋嘅祖國啦。今年係抗戰勝利80週年，意義非常重大。難得今日咁多人一齊，不如我哋一齊唱下被稱為第2國歌嘅《歌唱祖國》。我哋更加邀請到史太祖副會長以及周伯展副會長領唱，麻煩兩位。台下嘅朋友亦都可以一齊合唱。失禮失禮。有冇歌詞啊？有啦，嗬，歌詞有啦，嗬。大家一齊唱啦！呢個第2國歌嚟嘅。係啊，阿周醫生好有感覺㗎。周醫生非常有感覺。咁由佢嚟領唱咧，真係非常之適合啦。好啦，現場嘅朋友可以一齊唱嘅喎。會員咧都一齊唱啊！史太祖醫生亦都係心係祖國嘅。咁佢都好多慈善工程嘅一齊即係參與啊。喺度。Tony 哥。請一齊上嚟唱《Tony 歌》。迎風飄揚，聲歌聲多麼響亮，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前走向繁榮富強。我們親愛的祖國，從前走向越過高山，越過平原，跨過奔騰的黃河長江，寬廣美麗的土地，是我們親愛的家鄉。英雄人民站起來了，我們團結友愛，堅強不剛，不許紅旗迎風。
榮富強，歌唱我們奇妙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歌唱我們奇妙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多謝多謝。呢啲咧就係展示出咧高音準、中音強、低音勁啊，係嘛？咁啊，俾多啲掌聲，我哋台上所有呢一班嘅合唱團。多謝多謝。好啦，多謝晒各位啊！有請咧各位繼續留步，希望咧大家再一次以熱烈嘅掌聲，多謝台上咁多位，今晚咧帶俾我哋咁多美好嘅回憶喎。同時亦祝福咧香港以及祖國繼續穩步走向繁榮富強嘅。好，咁啊大合照咧就即將咧就係再影一次嚇，請大家留步同埋。有冇人想上嚟影大合照？其實會員咧都歡迎。我好想過影。Candice 啊，華太啊都歡迎㗎。Alice 啊 ，Alice 喺邊度 ？Alice。頭先我見到 Susan 喺嗰度。Susan 啊，阿議員啊，陸漢文議員啊，可以一齊啊，同阿 Alice 一齊上嚟影相喎，會員啊嚇。好，一齊啊！Karen 梁世文醫生嘅好拍檔牙醫，你都好支持我哋嘅生涯規劃啊！點可以唔少得你啊？點可以少得你啊？好，多謝大家啊！多謝大家嘅完美配合啊！嗱，今屆咧。今晚嘅19週年致慶晚會已經嚟到尾聲咯 ，Florence 啊！喺呢度咧，我哋再次多謝所有嘅嘉賓、會員喺百忙之中咧抽空參與今晚嘅晚宴㗎。好，咁我哋咧今晚就完結啦，多謝大家，我哋明年20週年見 ，Thank you。